係自己揾5個人出嚟假競爭咁嘅普選。我覺得咁樣太兒戲啦。假如係咁樣嘅時候，市民一般嘅印象會係點樣咧？咁樣嘅時候咧，個投票率係會更低添嘅。咪話說喺外國嗰個嘅全民公決咧，好多時都係咁嘅，有正有反嗰個嘅隊伍咧。邊幾個黨拎100萬出嚟啊？咁大家去籌咯。假如真係5區總辭所需要嘅經費係幾多啊？有冇計過？有冇計過條數？嗱，華叔，一個選區咧，過去我嘅經驗，我選咗咁多年啦，你都選咗咁多年啦。一個選區咧，一個候選人嗰個競選經費咧，一般嚟講係60-70萬到823萬到嘅啫，除非你做到好豪嗰啲成200萬啦。平均100萬啦，100萬到一個候選人啦。嘅時候咧，證明咗你嘅計算方法咧唔準確啦。你只係計競選嘅經費，你有冇計到當5個人辭一職之後，佢哋每個月少咗幾多個津貼啊？嗱，華叔嗰個時間你清楚啦，嗰個咁佢哋嘅辦事處會繼續開嘅喎。哇，係咪為咗個人嘅生活費、個人嘅榮譽就犧牲咗香港嘅前途咧？華叔，唔係榮譽，譬如好似辦事處需唔需要繼續落去？請咗個職員，需唔需要請？而家每個人喺呢方面一個月受政府嘅津貼係16萬嘅。咁你5個人幾多錢咧？5、6中30。華叔係咪因為錢嘅問題就放棄咗全民公決呢個立場咧？華叔4個月起碼支持4個月。係嘛？咁咪大家去傾個財政預算去籌咯，華叔。我絕對唔相信以民主派嗰個力量，華叔。支聯會籌錢啊，下下都籌過100萬啦，華叔真係。而家需要嘅經費照咁睇咧，係接近1000萬嘅。點樣去籌咧？嗱，譬如中文而家都去加拿大2次籌款，啲金去要籌咗幾多錢啊？呢次？華叔，如果你支持華叔，如果全個民主派，華叔，我自己亦都做過籌款，係嘛？華叔，你冇信心籌1000萬啊？完全決定問題，但係呢啲問題都要去考慮一下噶嘛，要大家嚟商量一下嘛。你頭先話每個黨一人出100萬咁樣，我冇講過，我冇講過每黨一人出100萬。出100萬啊？我冇，華叔，我冇講過每個黨一人出100萬啊！我話競選經費需要100萬一個人啫。如果你話民主黨冇信心籌100萬嘅話，呢個我好失望啊，華叔。你話如果阿何俊仁自己出嚟選，何俊仁冇信心用民主黨嘅名籌100萬？嗱，華叔，你唔好喺度自欺欺人係嘛？嗱，如果何俊仁籌唔到，我俾100萬何俊仁，華叔 ，OK？何俊仁籌唔到100萬，我俾100萬何俊仁啦。籌唔到，唔係咁容易籌。我哋平時華叔，我墊底，陳偉業冇乜錢，華叔，陳偉業冇乜錢。如果民主黨籌唔夠錢嘅，陳偉業幫佢墊底。考慮，大家嚟商量下，係嘛？即係大家都要諗啊。考慮呢點咧？華叔，冇人冇話，華叔你唔好話我哋冇考慮，我哋全部考慮過晒。OK， 我哋都好有信心。如果泛民係團結一致，你話如果籌唔到1000萬嘅話咧，陳偉業墊底，我傾家蕩產，我賣樓幫呢個嘅泛民墊底啊，華叔，得唔得先？得唔得先？我就唔係話完全籌唔到，係，但係件嘢咧唔係咁簡單。唔好用嗰個錢嘅問題嚟否決或者係拖延嗰個5區總辭。我唔係否決啊，我即係話各方面嘅問題都要考慮。OK， 啱啦，華叔。嗱，錢嘅問題你憂慮，我幫你解決咗啦，華叔。咁你自己揾5個人出嚟選咁咯。係咪假補選？唔係，華叔，你要睇翻全世界嗰個全民公決嘅模式啊！你參考下其他外國好多全民公決嘅形式咧，人哋好多係咁做。嗱，呢個係我個人意見啦。如果你老人家有更加好嘅意見嘅系統去做，我絕對歡迎啦，係嘛？嗱，除咗2位嘅意見咧，係華叔。嗱，除咗2位意見咧，大家即係聽眾都可以打電話嚟，就905-889-1430啦。贏咗啦，係佢都唔改，又點樣咧？而家泛民主派最重要一點咧，就係要喺立法會裏邊保持50票或者以上嘅否決權。假如失去咗呢個否決權嘅話咧，任何幾咁荒謬嘅政改咧，都要喺立法會通過而去執行噶啦。好，我哋聽聽廣告先，翻嚟再傾過吓。遊行905-889-1430，是全接觸烽煙自由行889-1430，全線開放，全民開講905-889-1430，烽煙自由行。
繼續時事傳接課室嘉賓呢，就係遠道香港而嚟嘅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陳偉業啦。咁啊，電話線上邊我亦都有就係民主黨嘅元老啊司徒華叔嘅。不過電話線上邊亦都有聽眾啊方太嘅。方太你好，你好，方太係點啊？你有咩意見啊？我意見係我係贊成五區總辭嘅。係。因為咧，阿毓民做咗立法會議員之後咧，佢做咗一個即係一個人版啊，就係英雄做時勢。一定要通過呢個五區總辭咧，係用呢個2012嘅普選嘅口氣做政綱啦，係令到大家咧投票。咁然之後咧，我哋嗰個香港居民咧，用呢一個普選嘅政綱嚟去投票嘅話咧，就可以好清楚咁明白，我哋係要用2012普選為依歸。你覺唔覺得頭先阿華叔話呢個想法未係咁成熟，即係仲要商討下，譬如好多細節嘢我哋要考慮噶。係，我相信阿華叔咧係有個即係好詳細嘅考慮。但係如果我哋用一個大原則嚟睇呢個前提嘅話咧，呢個技術性嘅問題應該係可以考慮。100萬，如果係籌款8萬嚟去籌款做呢個競選經費，應該唔困難。好多謝方太呢個鼓勵，真係。即係魏先生，你講得係非常詳細，所以我哋做呢度嘅多倫多嘅民眾咧係相當支持你哋呢個嘅社民連嘅方法。好多謝方太，多謝方太，我一定會繼續努力。繼續聽聽阿吳生電話先，吳生你好。吳生，你哋好，你好係點啊？有咩意見？吳生就阿華叔嘅穩陣、深思熟慮啊，係老人家嚟嘅。係阿陳偉業，你又進取又係啱嘅。係嗱，總之咧，同阿華叔合作，民主自由咧，香港就好缺乏噶，我覺得都係，即係保皇黨得勢係咪？但係你哋要因住呢次總辭咧，千祈唔好俾人乘虛而入。係，如果唔係，你哋泛民派就買少見少噶啦。頭先華叔都講過就驚呢樣嘢吓，話晒俾佢哋聽啊。係呢次係置之死地而後生嘅。即係呢一次失敗咧，香港更難翻身。唔該一位啦，好唔該，多謝吳生。好，最後聽聽阿陳生電話先。陳生你好，唔可以滿足咁多個嘅黑點，係咪？大前提之下，既然係咁，大家鋪清袋做次轟轟烈烈嘅，咁睇下過唔過到。如果真係唔得嘅，咁毓民都可以翻去賣雲吞麵啦，咁個安樂樂，又唔會出聲。係咪先啊？唔可以再顧慮又話，可唔可以攞翻啲議席諸如此類。如果唔係，你一世都係咁樣啫嘛。佢一味用釋法或者乜嘢，會唔會對最緊要等佢政府都要做嘢，即係唔好俾佢拖，唔好等啊！你等乜嘢啫？撇脱脱，我哋反6·4事件咁多年啦，係啦，跟咗華叔20年啦，真係都係咁樣啫嘛。而且真係嘅退休人士，我覺得即係時代變嘅，佢哋呢一班後生諗嘅嘢。唔同我哋諗嘅嘢，但係你唔俾佢試下嘅話，咁點知唔可以食？我唔係唔俾佢試，我只係提出一個意見嚟引起討論。我根本而家完全冇任何職位，我都退落嚟㗎。係啊，但係因為你嘅影響力都仲好大，真係10年，個個都好尊重你。依個啲毓民都話啦，係嘛？封你為偶像，但係可能佢哋諗嘅嘢唔同我哋諗法，佢哋睇嘅嘢或者佢哋感覺嘅嘢。係有佢哋感覺嘅一面，係咪嘛？佢咪放手俾佢哋試一鋪，佢哋衰咗都玩完㗎啦，係咪？